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陈伟民。中共建国70周年，为着这件大代志哦，中共做了袂少的宣传，宣传啥嘞？宣传70年来因的这个发展哦。但是现主现这情势是无遐尔简单哦。目前内外交迫，安怎讲嘞？内部有反送中，外国有这个。外部有这个国际贸易战这个问题，习近平伫新年的新希望又讲到，伊讲现主时18年唔捌有的这个大变局。伫这个12路口，香港反送中运动，本早是礼拜这拜六才有的，现主时逐工都有4个都咧开会。啊，中共11国庆进前，搁一摆爆发着闹会这个冲突。伫今日本地这个游行互人驳回，但是香港人自主搁一届来游行。另外咧，就是咱讲到这个美国对抗这个部分吼，那是这个贸易战本地吼，更加是美国甲中国国力的这个对抗。中共11展现因的国家实力，好好习近平安定内部的这个民心。面对着台湾咧，习近平伊讲啥？伊讲和平统一，不过一国两制甲九日共识做伙来讲，台湾人一定无法度来接受。尤其对台政策，伊要实现完全来统一哦。台湾这步棋安怎行？安怎对抗中国？今日台湾新眼界国际新焦点，邀请乡亲好朋友做伙来对话。这部电影咱邀请到4位来宾做伙来对话。第一位咱邀请到新台湾国策智库两岸关系召集人陈景元。阿明甲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到经济民主联合发言人江明安。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咱邀请到民进党发言人施定益。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四位咱邀请到前国民党文团会副主委吴文琪。阿明好，大家好。首先，咱们请建元老师啦吼，你来看讲这回啦吼，习近平今仔日会在是这个讲话，对台湾政策也好，对香港的这部分也好，你安怎看？咱讲一个成语啦哈，这个设立内任啦，就是表面上啊恰呀呀，啊其实啊心内是足虚的啦，因为即摆面对就是伊本来是讲要所谓国家的权力要揽在家己的手头，安尼再贯彻伊的这个统治的意志，啊，伊佫讲这个，佫讲受限讲伊即摆代表中国从上先进的这个思想就是习思想，是啊，结果咧，结果今年又为迄个这个反送中啦，64啦，等的，啊，甲中美的这个贸易战，迄个中国即摆话会啊，即摆讲要扛起啊，要起去啊，所以本来机票开足多嘛，什么一带一路啦，有诶无诶吼，啊，甲即摆最近佫买收咱台湾的邦交国，伊都无钱啊嘛，佫安尼硬开，啊，另外呢，伊即摆拿较侪权力啊，即摆若是讲伊个国家若出现即个危机的时阵，伊家己也负上大责任嘛，是，所以习近平来讲吼，即摆就是讲甲内部以即个面对即个内外交逼的即个形势呢，转移讲对台湾这个统一问题来等于讲来迄个压因的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情绪来转移这个焦点啦。是啦，是讲我是刚刚讲听伊讲迄个这个讲话吼，这感觉啦。是啦，习近平伊内部的压力实在是真济。咱头拄讲到这个反送中，甲这个美国贸易战这个问题，其实内部反伊的这个声音嘛是真济。咱等下再好好讲。咱现在看讲10月7日就是因建国70周年这个时间啦吼。咱头拄讲到香港这个情势，因今仔日伫咧因的这个天安门广场有大型这个武力的展现，咱做伙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70周年典礼，7早起伫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举办，由境内歌声开播。天安门广场放70响礼炮，升国旗，唱国歌。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兼军委主席习近平伫演说中针对香港甲两岸关系，佮讲一国两制甲两岸和平发展。不过并无亲像外界所有的讲到香港基本法这个中国原则定义。前进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60个标顶阅兵围伫标兵就位，备受各界注意的阅兵大典将要开始。习近平坐主阅馆的车，是展开检阅仪式。今年嘛是中国军事改革了后，头一摆有女兵参加，主要担任导弹号手、战男女篮员、甲陆战队反恐特种兵。同志们好。今年阅兵是北京这几年来规模上大一摆，经过80分钟，解放军派出59个风队，沿东长安街向东排差不多2公里，160多架战机，160多架国型军机、战车甲战甲车，参加人数超15000人。对付美国武器攻射顶范围，会当有到全美国的东风41型洲际弹道飞弹。嘛出现伫天安门广场，另外，佮包括东风31型、巨龙2型电导弹飞弹，嘛全拢排归排接受检阅。20架直升机摆做真大70个里，飞过天安门广场。较早伫开幕典礼，包括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人，拢出现伫天安门的城楼。那美国总统川普先发推文，恭喜中国建政70周年。毋过嘛强调，这场贸易战，美国一定会赢。记者综合报道。十月国庆咧，习近平伊咧致辞的时阵讲到吼，会继续保持一国两制，嘛继续来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这个路线。两岸和平讲真正安尼和平来发展。来讲真正和平，就是袂讲吼，今年吼两岸一直较侪风风雨雨啦，啊最近佫甲伤害咱台湾人的感情嘛，甲咱邦交国安一个提走，哦，这就是迄个若是讲要真正和平，哪有讲迄个大陆人要来台湾去自由行，拢甲冻掉伊，嘿，拢甲冻掉去，吼，这就是互咱两岸的民间的交流啊，都即摆拢互即个伊政治的目的吼，拢甲中断嘛，吼，所以总讲要促进两岸的和平的发展，我看袂到讲有即个伫今年啊，这政策当中啊，有看到什么诚意啦？是，真正是无诚意。咱继续来讲到香港部分，明彦过去嘛伫香港来读册啦吼，啊，咱看到伊即回这个致辞内底，伊本地哦，人咧又讲伊提到这个香港基本法的这个问题啦吼，啊，其实伊内底无讲到，啊，伊讲啥？伊讲这个一国两制，甲这个两岸和平发展，两岸这是对着台湾这部分，但是一国两制，即马是香港人真正是看袂落去啊！一国两制50年无要改变，拢是假。我伫咧香港读册的时阵，阮遮的少年人看到中共政府安尼对待香港人，大家拢知影一国两制这是一场骗局，是一场骗局啦吼。特别是伊原本说50年不变，啊，即马30年、40年还袂到，就选举嘛无啊，啊，自由嘛无啊，法治嘛无啊，所以香港的少年人才会较生气，才会遐济人100万人、200万人上街头，甲即个政府讲，阮要自由，阮要民主。是。上街头啦吼，咱看这反送中自6月以来啦，这个一波一波啦吼，啊，尤其是咱进程拢咧要讲吼，这10月国庆进程，这个习近平习大大一定有动作，但是即阵也要清场，到底是为着啥？咱等下嘛好好来讨论。咱先看讲中国建国70周年，咱来看到1921年的时阵，由着这个毛泽东啦吼，中国共产党成立，伊讲这个是咱新中国成立啊吼。1949年是咱都讲到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哈，中华民国就流亡来到台湾啊，咱有看到这个1959年哦，铁北这就是西藏这个问题啦吼，啊，这个达赖喇嘛流亡到这个印度。1962年呢，这个大跃进致死着有4500万人哦，死伫这个幺八岛啦吼，无食到物件这个部分。1971年加入联合国吼，取代中华民国，成为中国这个代表。啊，致死后壁就咱这个中华民国这个代表权，中国的代表权到底是啥？1976年咧，文化大革命哦，有致死着100万人来死亡。啊，1978年是这个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这个部分。1989年这个事件，大家印象嘛是真深哦。到当30年啊，六四天安门事件哦，清场嘛是有10万人来死亡。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这个部分，咱讲拄则22年尔。本早讲50年要改变，现主时都看到中国讲话无算话。
2008年的时阵，刘晓波发布追求中国民主这个08宪章，红逮捕，这等嘛是要好好来讨论。2018年的时阵呢，习近平伊就修宪哦，这个宪章，伊讲要取消掉国家主席任期这个限制哦。中美贸易战是今年啦吼，建国70周年，咱讲因这个美国甲咱台湾断交，这嘛是40年，但是咱无听到这个中国甲美国因建交这个炮声，颠倒是贸易战这个。振回声啦吼，咱继续来请教咱的发言人陈毅啦吼，你安怎看讲这回习近平讲话啦吼，对台湾的部分，咱安怎去甲解读咧？其实今仔日吼，民进党针对今仔日早起习近平伊这个谈话内底吼，咱嘛有发表一寡咱民进党遮的主张甲咱的意见吼，尤其是习近平伊伫迄个谈话内底，伊直直强调，伊讲爱和平的统一。以及咱一国两制的这个代志吼，其实阮是感觉讲吼，这是习近平啊中共因单方面一直伫讲一个爱台湾2300万人爱接受，这全台湾人爱来接受讲一个一国两制甲和平统一这个代志。啊，毋过其实我感觉讲，这习近平其实无顾着讲，咱台湾人其实这70年来已经有咱家己的民主的制度，而且这2300万人的意愿是啥？吼，所以我感觉讲对。台湾人来讲，这中国这是单方面家己伫讲，因希望的这个状况甲制度啦，这实在是甲咱有影真是即马台湾的地方甲台湾的社会思考是完全无共款的吼。第二个咧就是，咱嘛针对讲，因为咱其实也袂记哩吼，大家若会记哩话吼，顶个月吼，中国才用真粗鲁的方法。甲咱两个邦交国抢去，吼，而且伊伫今年年初一寡单位内底嘛是啊，伊讲爱用和平的方式来甲咱来谈讲两岸的一寡工课，啊，不过伊嘛无法度去承诺讲伊无放弃讲用武力的方法来针对台湾，吼，甚至讲嘛有真侪单位来用，其实是一直拢是用文攻武吓的方法，吼，伫来威胁咱台湾人，所以我是感觉讲这对民众来讲吼。这对台湾来讲，其实是真无合理的代志，而且像这款的方法嘛，无法度收买台湾人的心人吼。过来即马，香港吼，香港其实是真实际这个状况嘛。拄则主席人各位拄则前辈嘛有讲嘛，有讲着讲即马现主席伫看香港就知影，一国两制其实是一个失败的制度，这个失败的制度害着咱规个香港人是爱。去找外国，去找国际的声援，甲斗相共，因才有法度来互因的人民过较好的日子，较稳定的日子，过民主的日子。所以其实咱完全已经看到讲，这一国两制是失败的。啊，不过实在是唔知影过70年啊，习近平一直坚持这个一国两制，吼讲和平统一的代志吼。所以我是建议讲，中国其实是爱思考较有建设性。啊嘛，莫搁单方面去思考讲这个两岸的工课啊啦吼。70年前吼，台湾人无需要。讲实在，到即马以及咱的未来，台湾人拢是无需要的。是，这个习近平讲到这个一国两制，甲这个九日共识，甲白照会啦。咱继续先来请教文琪大哥，白照会台湾人会当接受吗？即摆爱讲看是安怎白做伙啦，咱若是坚持是讲，咱即摆讲的讲对1912年，由国父孙中山所创建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安尼就拢无问题啊。因为这是咱台湾人即摆上大的一个共识，就咱像咱即摆看到进前咱看长那像一个迄个划水冠军的女孩子，有啊，伊毋是讲伊摕出伊甲国旗的。这是咱台湾人即马最大的一个共识，我感觉这是咱爱珍惜的。但是我讲民进党今仔咧对香港的这个问题咧讲遮侪话吼，坦白讲，因为陈毅我感觉伊是未来的一个真有希望的政治的人物啦。但是我讲民进党一定爱去思考，为什么一直到这当阵，因永远用的一个借口，就是讲拢阿强的阴谋啦，拢一切拢是别人啊。这甲证明一件代志，伊家己根本无才调。你看伊讲安尼满天钻金条，要摸无半条，这个情形一定毋是第一摆、第二件代志。咱看到老师有讲，就讲什么自由行，各位想看觅，当初迄当阵伫马英九时代的时阵，所谓的两岸，咱嘛讲，迄马英九啊，吼，迄卖台啊，水果安怎拄安怎，自由行迄当阵大家安怎讲，哇！阿拉啊，若无来，大陆人若无来，台湾的空气会变更较好。迄当阵民进党的朋友是安尼讲哦，啊，即当阵即马你看因袂来啊，
你照道理来讲，民进党那个拍婆啊，讲哇赞。符合我民进党的议事原则，无啊，即马是讲神嘛是伊，鬼嘛是伊，只要人若来，伊嘛要吵；啊，人歪来，伊嘛要吵。是，如果咱中国吼，中国人民甲中共政府，咱先甲分开啦吼。对中共政府，咱头讲到一国两制。甲9日共识写分好清楚。对。文志哥，你安怎解说？这个部分我讲，咱来看见啊，中国国民党伊发表的这个新闻稿来讲，伊讲了真清楚，伊甲对当初迄个9·2共识的整个历史的过程，包含它的文字的叙述，咱若是卖讲甲断章取义吼啊，乌龙蛇道甲乌白乱斗，得个倒菜刀的话。各位，迄绝对无任何问题。你看伊面顶的描述，即摆是讲有心人，你反而无事惹尘埃。而且我爱强调一件代志，就讲各国的政治游戏，包含你咧看美国即摆甲阿强啊迄边的所谓的贸易战、科技战，甚至近前美国对日本的迄个20年泡沫化的广场协议，我意思讲，所有的国家的这种国际政治的游戏斗争啊。其实大家一定要了解，所以你一直要怪讲啊，这种一切拢是阿强啊，对咱无好啊，甲咱的端高国安怎？各位，我讲一个例子吼，我即摆是讲希望啊，民进党伊真正伊来执政啊，伊要提出真正的材料。我定来讲一个查甫朋友甲一个查甫朋友，你莫听讲查甫甲你讲我爱你，你爱看这个查甫到底替你做什么代志，说与做到底怎样？你若是去检查讲吼去。检视这8年，进前的马英九，甲即马蔡英文的这4党话，各位伫伊的任内，马英九迄免签过，你看民进党的好朋友足厉害，你知影？伊拢讲啊，这是一切拢所有的总统的功劳，伊拢无爱讲，伫马英九总统签100个国家，啊，伫蔡英文做3个国家，我要讲哦，你今仔你若讲你真正有才调，好。咱先莫讲遮民进党的好朋友，也是时代力量的好朋友，去遐什么爸爸妈妈去遐趁人的钱安怎拄啊？我拢莫讲，你今仔咱台湾的 GDP 有4成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然后咱同共趁800亿，那扣掉咱全部的所谓的500外亿的贸易顺差，其实咱欠200外亿哦。我是讲台湾人是一个巧的，你爱想看嘛，安怎是对台湾人好？所以你讲甲做，你爱做互我看，啊不你今仔我讲甲中国政府我头先嘛讲过，中国政府甲中共政府人民是分做伙，咱继续先来看讲吼。是啊，其实讲实在，我嘛真认同，拄则讲到啦吼，就讲因为像即个即马中国的即个代志，尤其今仔。早起习近平佫讲遮个话以后吼，阮伫基层了解拢是安尼。其实对真侪基层的人民来讲吼，伊嘛希望讲吼，莫佫分讲啥物政党，讲啥物款对中共还是对中国的态度是啥。上要紧的是讲，咱要分得清楚，就是咱爱做的工课，生理嘛好啊，生活嘛好，甲中国当然嘛有关系。像阮家己嘛有一寡中国朋友啊，对无？交朋友做生理，这是每一个，不管是倒一个政党，甚至是无党的人，因若即种拢一定爱去建立、爱去维持的代志。啊，么今仔日爱延续去看清楚的是，政治的部分。政治的部分其实真清楚，就是1国2制这个工课，其实就是无效的。所以我相信咱台湾的人民吼，目睭拢是青的啦，因清楚啦，大家拢真知影讲吼，像这个政治的代志，以及咱讲的这个民生的代志，其实是一个执政党嘛好，在野党嘛好，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国民，因拢上关心。这两项的部分，要安怎看清楚，要安怎样，互咱对台湾未来的决定是正确。补充一下，中国国民党甲这当阵啊，嘛是讲了足清楚的。我们也是反对1国2制，所以我嚟讲，即马民进党的好朋友，哪有法度像陈毅安尼话，我讲安尼台湾有希望啊。伊真正很务实，但是你莫讲一套做一套，因为咱看到民进党即马的政治人物是讲一套做一套。是政治新闻的部分，咱再来讨论啦。咱先搁纠倒来就讲中国建国70周年，习近平伊讲话这个重点啦，伊讲到啥？咱先来看一下吼，70当前啦吼，今仔日毛泽东伊伫这个向世界。宣布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成立了吼，中国人民自安尼就徛起来，有一件伟大代志，就是彻底改变了这个近代啦吼。以后这个100多年中国这个较散起来这个部分啊，互受欺凌的这个悲惨的这个命运，中华民族行上这个伟大复兴的这个路啦吼。伊坚持和平统一、1国2制这个方针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这个繁荣稳定，嘛要推动着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团结啦吼，中华这个部分来祖国完全统一来奋斗。咱继续先来请教咱的建元大哥啦吼。咱安尼个看，咱头拄嘛有讲到1国2制甲9日共识是目睭花。啊，毛泽东这个部分啦吼，
等下马上好好来讨论，因为这现主是，咱看到习近平伊的路是对着该斗争就斗争，该去斗争就是毛泽东上后这个部分，伊要行伊这个路，对着伊这毛主席啦，吼毛泽东这个部分，习大大伊安尼去 follow 伊的 step， 对伊这个骹步行，对中国有什么影响？这个共产党啊，共产党伫咱伫中国的历史出现吼，这是足大的骗局啦。迄当阵70年前，迄当阵咱台湾人比如讲阮老爸迄代足侪大学生，迄当阵嘛是足侪人去信共产主义啊，因为讲是一个理想对这个无产的阶级对这个善车人照顾的一个主义。共产党佫讲，迄当阵中国共产党讲新民主主义佫讲迄个宪政佫讲迄个联合政府，等等佫讲军队国家化地方自治人身的安全的保障，这拢是迄个咱即摆伫咱的迄个宪法内底看到的，在主张。70年前是共产党毛泽东伊出来咧讲的结果咧伊甲用武力甲政权摕来了后呢，就变平安啦所以中国人无徛起来中国人是倒落去啦。是迄个香港人、澳门人，伊嘛无脱离迄个从殖民的这个命运，这个命运啊，因为啥？本来是外国人殖民，即马被共产党来殖民。你讲共产党讲伊维持香港甲澳门本来本地的制度无改变，咱爱会记哦。迄个香港要移交进前，迄当中彭定刚有做伫香港做一寡民主的改革。结果咧，共产党摕到政权，香港的主权了，拢总来废除。伊讲爱维持即个英国交接进前的这个现状，迄现状就是什么殖民体制啦。所以共产党咧继承了迄个英国在香港的殖民体制啊，即马搁咧殖民这个香港人啦。所以对过是讲，这是足悲哀的。台湾人呢，伊嘛无甲咱当做同胞嘛，安尼甲咱欺凌，甲咱压迫嘛。比如讲咱讲自由行，头来讲这个简单的例啦。当然，咱希望讲，咱两岸人民安尼当自由安尼交流，大家做朋友，本来大家讲这个文化，做一人是讲一个祖先，是，但是你咧看共产党要宣布讲要停止这个自由行，伊敢有一个缓冲的时间，互伊人民做准备，无啊？我足侪迄个少年朋友啊，伊就甲我讲讲伊本来伊的朋友为大陆要来台湾佚佗啦。机票嘛传好啊啦，迄个饭店嘛拢安排好啊。结果因国家讲袂使来就袂使来，毋是敢一两人袂当来呢，是足侪要来比如讲这个11个国庆期间要来台湾佚佗的，真侪咧吼，足侪嘛。是，所以伊这个政策毋是讲来对付台湾人伊根本就无甲伊家己人民要出去佚佗，这个民生的这个权利啦都肯个敢来啦。是，伊对家己人民安尼，佢讲。对台湾人，讲对香港人会较好安尼吼。系啊，是啊，所以你看伊对安怎对因家己的人，就知影讲，咱也是变咗伊的人民，会互安怎对待，就是安尼，这个下场啦。是，所以我是讲咱看这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年这是中国人的足大的悲哀啦。所以迄个70年前迄个大陆人哄骗啦。即马台湾人大陆人为替咱付出遐大的代价，咱台湾人唔通哄骗啦。是，咱过来继续看讲中国建国70冬啦，伊的困境是到底是倒位？咱头拄嘛讲到，伊的困境可能内部真正是虚啦吼，空的啦。咱来先看伊这个经济这部分 ，BBC 咧伊讲到作为着世界第2大这个经济体发展速度是1990年代以来是上慢的这个时代啦吼。咱搁看到这个 CNBC 美国全国这个广播公司，伊讲9月30的时阵有2项这个采购经理人的这个指数 PMI 啦，伊显示着啥物？显示着这个制作业比这个原本暗算的这个外部环境也搁较去软啦吼。伊的这个未来可能也是无互看好啦。政治的部分是啥呢？日本这个时报 The Japan Times 伊讲这个反腐的这个部分甲这个习近平甲政治的这个朋友来讲，伫未来啦吼，真正是有伊的这个缺点所伫
伫的啦吼。咱继续来看种无疫症这部分，就是咱头拄也冇讲到，无疫症的部分，因今日这个记者会啦，昨下记者会进前都讲到因无疫症，真正拄到这个贸易疲软衰软啦吼，因为这个数字会当看到讲，真正是真正无好啊。啊，人口的部分，咱头拄嘛讲到，中国已经无有够的这个劳动力啦吼，啊，因去互因主动这个过去吼，一直这个一台湾政策以来这个豆豆老化这个人口。啊，军事方面是啥物咧？讲军事方面就是讲，《泰晤士报》伊讲到，习近平伊主持着国庆啦吼。展现伊这个军事力量，但是在地方啦吼，造成着真侪不安。什么不安呢？因连这个菜刀，这个一般民生的这物件吼，拢爱互禁止啦。啊，因搁伫11国庆进前实行着什么保安制度、保全制度啦吼。因到底是咧惊啥？咱先来请教明眼啦吼。中共安尼伊的这个困境来看啦吼，啊对着香港的这个问题，中共伊这个内部，你感觉伊咧惊啥物咧？香港是中国1997年开始，香港的主权交中国之后咧，中国就利用香港来赚大钱。在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中国要走入世界，伊就要利用香港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足侪工具去甲伊国内很封闭的这个资本市场，连接到国外去，所以香港对于中国是最重要的。今麦香港人伊要民主，伊要自由，对于中共政府来讲，他就是会很就烦恼，那香港伊控制袂掉，对于他们来说，香港会乱，安尼伊就袂当利用香港继续安尼来探这跟美国在那边探这一些国际金融中心的钱，就是把这个香港当作是国际这贸易这个中心，啊，伊要探这个钱，伊必须要用这个香港这个位啦吼，伊这个部分，啊，就是讲伊即马是咧惊讲香港这个反送中运动，咱头头讲到自6月到打啦吼，也未收煞。啊，所以这个内部这个压力嘛是真悬。咱进前嘛是讲到这个北戴河会议啦，吼，伊内部内底真正反弹的声音，足侪这个新闻报道嘛有讲出来。咱先个请教建云老师啦，吼，这内部的声音真正是阻挡袂了，但是习近平已经取消掉伊的这个任期制啊。啊，这个伊的后壁吼收煞，也是讲这个路啦吼，嘛是有真侪阻挡啊。尤其伊较早斗争家己内部的这个人啦，吼。即摆习近平是讲危机重重啦吼，咱比如讲，伊即摆甲这个习思想吼，就放来伊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章程，啊，甲伊的宪法内底，是因指导因国家发展的一个思想。啊，咱问讲，安尼对规个中国大陆吼，啥人上了解习思想？迄个习近平嘛。所以所有的责任拢伫。当时辛苦定嘛，哦，所以即马国家若出现什么危机，唔是干那迄个习近平家己一个人在落台哦，是这个习思想的破散哦，习思想就代表这个共产党这个国家伊的这个宪法规个破散哦，啊，一个国家发展那个70年，哦，咱也知影讲100年前迄个清朝时阵，迄当阵就派迄个慈禧太后派5个大臣啊去西方啊去考察宪政。100年前的人就知影讲要按追求中国的这个共和啦、宪政啦、民主啊，100年了后这个中共啊，建国70年，等到出现一个习皇帝啦，这是就讽刺的而且这个习皇帝呢，伊的权力比过去清朝的皇帝更大，因为有迄个监视系统电子的监视系统啊，来替伊这个来监视每一个人民而且呢。伊伫国内即个维稳即个经费啊，比咱即摆迄个电视看到，伊阅兵的即个国防经费更较悬。是，伊到底是甲伊的人民是当做伊的敌人呢，还是讲还是伊家己斗阵做伙家己的同胞？所以你看，即个国家是徛伫中国人的即个尸体的顶头，建立一个政权啦，这个用迄个共产的名义甲这个人民的财产放伫这样个国家权力的这少数的这个官僚，甲这个官员这手头啦。所以这是伊讲啥物人民共和国啦这种
足大的骗局啦。是啦，是骗局一场啦，所以真济啦吼，伫11国庆进前，阿明有去这街仔头去访问这个国外人士也好啊，是咱国内这个阿伯啊，嘛好啦吼，去甲因做记者啦吼，问啥咧？讲11国庆，咱若是有礼物要送互这个中局政府要送啥？一个这个妹妹吼，伫这个德国来，伊就讲I will send them democracy and freedom， 送民主甲送自由互因啦。啊，有个人讲啥？有来自荷兰，伊讲 Leave Taiwan alone，Leave Hong Kong alone， 离咱台湾较远嘞，离香港较远嘞，要送这物件互因啦吼。所以显示着讲，若是台湾社会甲国际社会是安怎一般的人是安怎看中国政府，咱继续来请教咱的诚意啦吼。其实咱安看来，要送民主自由互因，但是民主这条路都伫中国无法度实施啊。是啊，咱是要安怎甲伊做朋友咧？其实现主是吼，阮是感觉讲啦，其实对于台湾人民来讲，也是真好一个执政的政党啊，也是咱执政的政府吼，大家拢希望讲，对咱毋是针对中国，讲实在，咱台湾是要针对国际，就是咱台湾以外任何一个国家，吼，尤其是中国，咱甲伊关系其实是真亲近嘛吼。自咱的历史，也是即摆现主是咱的地理，其实甲中国做朋友，甲中国来交往，吼，这交往可能有咱的商业嘛好啊，人民生活嘛好啊，吼，咱文化等等，其实遮的工课是大家拢认同，嘛希望它延续的代志。即摆其实我感觉讲较困难一个部分，就是讲，因为咱台湾民主社会，所以伫民主社会内底，咱会尊重。就是讲，虽然讲我对政治、对社会制度有一个基础甲坚持，啊，毋过对这每一个方面，咱会尊重。吼，你做生意咱会尊重，你文化交流会尊重，吼等等。啊，毋过对中国来讲，我感觉真困难一个工课，就是讲，像拄仔主持人讲的，中国无法度民主，所以伊伫这个专权的这个制度的之下，吼，伊的每一项每一个区域的工课，伊拢会有一寡政治的思想甲政治的控制去介入。那介入的时阵吼，就变做讲，咱想要好好单纯做朋友，咱想要单纯来做生意。啊，毋过因伫想的就是利用因的生意来实现的是因的政治的想法。因伫利用因的人民的交流来做因政治的想法，因伫利用因文化的交流来实现因政治的想法，甲因的权掠伫因中共的手头，毋是互人民的手头。所以我感觉讲吼，其实现主是对中共来讲吼，因即马现主是这个制度的状况，其实对规个国际，毋那是台湾哦，规个国际像即马贸易战嘛，美国就真知影。拄则主持人讲到这欧洲的部分，欧洲一寡人民因的印象嘛是变做讲中国吼嘛无啥物无好，只是也就是民主加自由。所以其实这真是中国已经70年吼，应该要好好思考吼，要安怎回应到讲咱全世界的未来的趋势吼。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拢希望讲，互大家是有实际的权利的，这个民主的这个实现会有迄个可能无？迄个可能是啥？讲实在是现主时的中国应该去思考，嘛是台湾吼，台湾人作为伫亚洲内底一个民主的行伫头前的一个国家，咱台湾人嘛有责任爱坚持、爱拍拼，嘛爱去影响规个国际、影响亚洲、影响咱所有台湾人的代志。是，咱讲到吼，是安怎发生这个贸易战，尤其是这个美国发起的这个部分啦吼，咱就会讲美国原本是要爱伊这个民主化这个过程，啊，看到伊这个民主化无可能实现啊，尤其伊这个国力佫偷偷撑起来，对美国一定是有影响，对这个美国一定有是这个实质的这个伤害，所以伊才要发动这个贸易战。咱先来看讲吼，中国建国70周年各界这个评论，咱首先就来看到美国总统川普伊安怎讲，伊讲因当咧赢啦吼，赢什么？就是讲，因无法，因这个过去这个贸易战，自去年甲即阵啦吼，因一定会摕到这个上尾这个获胜的这个部分啦，因无应该甲因这个协调的这个部分啦吼，甲伊武好歹去啦吼，啊生日快乐，祝福中国安尼，啊法国这个部分呢，嘛是咱讲到，除了这个贸易战部分，就是反送中这个部分，伊这个反送中呢，可能会破坏到规个这个节庆的这个部分，啊俄罗斯。罗西亚，伊是安怎？普京伊是讲啥？伊讲中国70年来，伫咧每一个领域拢有真伟大的这个成就，国际舞台也有真悬的这个威望啦吼。伫要解决重大全球问题方面，爱有这个重要的这个作用。啊，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伊是讲，
中国70年来咧，伫咧共产党领导之下，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上正确的这个选择。啊，美联社伊是讲，习近平甲这个经济军事野心哦，甲全世界拢来讲吼，而且咧这个态度是豆豆拿来拿强吼，导致着这个美国这个政策嘛爱大项的咧来反制着中国。金融时报伊是讲，中共这个执政头70档透过改革开放的这个部分，创造着经济这个成就，但是咧无负责着这个成功的经验，颠倒吼，往这个社会本早应该往的这个方向啊颠倒头行啦吼。所以这各界这个评论，咱看到俄罗斯甲这个北韩领导人可能是较正面咧扑这个中国啦吼，但是其他这个国家来看，其实是无要甲这个中国信道吼，老师。这因为中国即马是走向吼，这人类文明一个逆流啦。啊，比如讲，迄个国民党的总理啊，孙中山讲，这个人类的历史吼，浩浩汤汤嘛，啊那为对一个方向来前进，就为民主嘛，献尽民主嘛，无讲一个人吼，啥物拢捌啦，很搞啦。你看集众人的智慧，迄个集思广益。啊，这个政策啦，代志才会做得好啦，啊，即马中国是，啥物拢是习近平家己一个人讲的，尊神是，啊，那你讲啥物拢捌，啊，即马不真安尼咧，即马国内这个经济吼，因为这个贸易战的关系啦，即马咱看到是讲，伊这个政府甲党啊，这手啊，要侵入迄个民营的企业内底，啊，你这官员，你这党官，你遐敖哦。你若遐敖做生意，你进前就早就去做生意啦，你别来去做官啦，去来做迄个共产党的党员啦。即嘛是有权力的时阵吼，即嘛要来掠夺吼，人辛辛苦苦拍拼出来的资产啦。另外一种共产啦吼，这个对啦，共产，所以共产的名义就是用共产的名义，就是摕人的钱啦，摕人钱啊，藏在家己出头啦。是，哇，这个部分咱等下嘛是爱好好来讨论，就是讲，对，是，所以这个。我想讲，这中国即马是，比如讲吼，这个70周年吼，反而吼，互咱全世界人类啦，大概有一个警惕，讲正在崛起的中国会对人类文明造成多大的伤害。咱台湾人吼，香港若是伫咧人类文明的前线啦，咱会徛在呢，咱徛在吼，咱才有法度这个对这个人类的文明的前进啦，咱才有咱的这个咱。有咱家己历史的角色，历史的这个角色啦吼。所以咱继续来看讲，这个中国吼，这回对反送中，咱头拄讲到，自6月到今也袂当收煞。但是咧，伫咧11国庆进前有香港这个艺人哦，甲这个反送中游行的发起人，拢互抓起来，到底是为着啥？咱做伙来看。中国11国庆进前传出挺香港反送中的香港艺人王宗尧，韩国大家发起反送中游行的刘永康，伫咧30号人抓起来，港警怀疑和7月立法会示威活动有关系，事件敏感引起关注。反面派系员谴责港警929鎮壓行動，伫咧11進前暴力升級。香港琴日咧就出現咗警察黑警嘅10宗罪咧，係去刑11。港警表示，已經接到情報，伫咧11國慶的時陣，會有包括台警察的消息和非常暴力的事件，深度和廣度離恐怖主義真遠。網絡個傳出，東港會伫咧香港各地上庭放火，引起港警高度重視。警方就10月1日收到一啲核心暴徒嘅情報，我哋分析聽日嘅情況將會非常之危險。緬甸10月7日舉行集會遊行，已經獲港警反對，30個人裁定上訴失敗。緬甸強調，被鼓勵違法行為，尊重個人嘅選擇。民陣只能夠衷心地祝福每一位香港嘅市民喺10月1號裏邊平安，不受傷，不流血，不被捕。反修例風波佫佇咧，30有超過200名學生佇咧中環遮打花園集會，發起罷課行動，佫呼籲對7一開始小連續7天，各界響應罷課、罷工甲罷市，必須趕快回應訴求。你會陸續見到警方都係依然用緊呢一啲嘅恐懼嘅手段，去到恐嚇學生啊，所以對話平台咧，其實都只係一派胡言，真係見唔到有一個誠意去進行對話。因為反送中運動到即陣有未少學生互人抓，有家長煩惱囡仔安危，集體去政府總部請願，希望教育局要求學校甲教師團體可降學生莫參與危險嘅非法活動。我哋守香港大聯盟
包括我自己咧，都會為呢一批未成年嘅被逮捕或者被起訴嘅人士求情。除了參與遊行嘅人有可能互人掠，反送中風波把拖各項公界。香港抗檢人員總工會譴責國泰港龍最近因為政治原因辭調或者是降級至少30名抗檢人員，指控各個地員工互相告發，是製造白色恐怖。記者綜合報道。本地今日這個遊行是互撲回啦吼，但是咱都有聽到這個民政伊個發言人講吼，希望敢來當衷心來祝福每一位這個香港市民，伫個10月初1這天無受傷、無流血、無互逮捕。但是今日咱看到10月初1開始啊，咱伫香港啦吼，甲這個中國北京是兩款無共款的情景。中國伫遐慶祝1萬外人、15000外人伫遐甲習近平，互伊做一個統領啦吼，但是咱看到香港遮是真正是為着家己的民主自由來家己咧拼。咱安怎看講這個召集人的這個講話？我問過足濟香港的朋友，因攏足煩惱咧，甲我講，因香港即馬咧抗爭，咱台灣嘛愛做伙對中國政府講阮歪1國2制。因為因看到足危險嘅狀況，就是佇咧台灣。一個韓國瑜去今日去中聯辦，中國國民黨伫咧頂擺嘅選舉局好像贏了很多，所以因即馬香港咧，因無一個國家會當保護因，所以因的少年人愛直接對這個警察，就是在街頭上跟這些警察對抗。因對於因來講咧，最台灣人是一個對他們最友善的公民社會。是。他們就會很希望，當他們香港如果守不住，或者是他們香港在對抗這個中國政府的時陣，咱台灣人會當予伊支持。但是伊就看到台灣人這個親中政黨有可能會上台。就敢若是阮這擺辦這個遊行，阮有4個主張。其中咧最重要的一個主張就係，阮咧講，阮要拒絕一中和平協議。但是咧，阮邀請足濟政黨來參加呢個遊行，民進黨有來，時代力量嘛有來，足濟本土的政黨攏有來。但是中國國民黨、親民黨甲5黨團結聯盟這個政黨就無咧插小，無咧插，就是沒有在理會這一些4大主張，或者是理會我們香港年輕人和台灣人對於這個民主自由的追求，所以阮是咧講，阮台灣人看咧香港遊行的這個召集人被捕，最直接給他們的聲援就是咱愛家己的民主甲自由愛採號掉，愛收號掉。是，咱過來看到啦吼，香港人即回講11無國慶，11是國殤。這個上聽的上啦吼，咱看這個民間人權陣線，伊發起到這個無國慶，敢若國殤這個遊行啦，下晡開始，佇下晝其實都摕到這個烏色這個雞龜仔甲這個尖沙咀這個星光大道遮吼，用唱歌這個方式來突破這個雞龜仔來表達香港人這個不滿。下晡開始咧嘛，佇6個這個所在哦，親像這個沙田啊、荃灣等等這個所在來集會啦吼。所以咱看到其實香港人對着即回這個11國慶其實。網絡頂嘛有足濟討論，就是講，其實今仔日可能有一個是真關鍵的一天啦吼，但是這個代誌是安怎，這個會繼續來延續，咱都要好好來觀察。咱過來看講吼，建國70周年，甲這個回歸22年啦，香港的這個人民真正是真憤慨，憤慨佇倒位咧？咱頭嘛講到鄧小平，伊頭都伊進前就是講到承諾，就講回歸以了後1國2制，這個香港是馬照跳，馬照走啦吼，舞照跳啦吼，原本這個資本。主義這個生活方式50年無要改變，但是無到22年哦，這個維權的壓制，這個不斷的這個提懸啦吼，民主法治這個基礎嘛受到威脅。尤其過來討論到這個真普選的這個部分，真普選本早承諾着香港人要往這個普選的這個方向來改革啦，但是伫2007年人民大會哦通過辦法，宣布本地會當伫2017年普選着行政長官哦，但是攏無法度來實行啦吼，唔知後尾啊。小連線佇雨傘革命，閣有這個咱頭拄咱這個一直咧討論這個反送中這個部分，社會甲經濟這部分哦，咱本早嘛講到香港是咱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啦，但是伊這個名號哦，這個地位哦，豆豆啊失去光明，和這個深圳也好，上海來取代掉，中山階級
因会感觉，我的这个剥削感是真大啦吼，尤其是这个好嘢愈好嘢，愈散的愈散吼。咱嘛有看到这个青年人、老龄社会，拢带因所谓这个汤房内底啦吼，医疗资源，互济这个中国人入摆到香港了后，嘛互剥削去。其实咱个讲来，香港人民对中国政府本地是应该是有期待的啦吼，但是22冬来，咱看到回归本地是5万。咱的这个经济会当有随着这个中国带领，嘛是会当向前行。但是尾啊，民主社会无法度伫中国内部来实行，颠倒看到这个手一直伸入去咱的香港，咱继续请诚意啦吼。是。就是咱看到香港人民遮愤慨，咱头拄嘛讲到11是无国庆，是国殇。对，其实讲实在吼，看到拄则迄个影片内底啦。遐尔啊少年的朋友伫讲啊，讲伊伫家己国家的国庆的时阵，人若生日都会互愿嘛，会大家讲有啥愿望通讲嘛吼。结果因竟然是讲无爱流血，吼无爱受伤，无爱去互人掠去，吼。我去看到迄个影片，我实在就毋甘的，心内嘛感受嘛足复杂的，吼。就比如讲来讲我就好啊啦，吼。像我要来民进党遮工课进前吼，阮厝内时代阿妈捌甲我问过，讲你安尼吼，你若是去做政治的工课，而且你若搁甲民进党共款，惊讲的是咱台湾的主权的即个议题吼。虽然讲时代拢真支持，啊，毋过这是毋是会害你讲未来可能就无法度去中国，甚至讲吼，你若要出国的时阵嘛，真危险等等吼。其实我听到厝内是大人，若知影讲我一个工课吼，这就是一个一般的工课，只是我做的工课是政治的工课。那是哪会伫咱的是大人的心内，对这个政治的工课会感觉讲压力足大的。我感觉讲这是真是中国吼，是哪人国庆变做是国殇。有影你爱思考的是，咱的国家的制度实施到即马70年啊，会变做讲自国内甚至国外。拢有人会安尼感觉着讲会有即款的状况，所以讲实在吼，毋那是香港的少年朋友，像我即款的少年朋友会来到民进党，甚至有真侪民进党党内一寡少年朋友等等。我毋敢讲代表民进党的意思是安尼，啊，不过通看到是真侪民众内底的时代先辈，甚至是即马入来斗相共来拍拼的少年朋友，无别项。咱就是因为希望讲，咱台湾的发展是行伫咱家己的名、家己的路顶来去，互咱来台湾来发展的。讲实在吼，真正人讲口说啊，口说讲吼啊，大即马吼，民进党就袂刷啊官就好啊，袂刷啊官就哪敢通拼选举。我拢笑讲吼，当然咱的解说讲咱毋那是敢若亡国感啊，咱嘛有真侪政策吼，有实施有成绩。哦，嘛有真侪政策未来要实行的，嘛是得到真侪人爱去拍拼，吼，搁较侪人认同，这是咱爱拍拼的。啊，么对阮来讲吼，爱不断去讲着咱主权的代志，讲着国际情势的代志，毋是咱要卖水啊官，是因为这就是作为一个国家要主政的人，要执政的人，要执政的一个单位，要执政一个政党，也是一定对台湾认同的人，拢一定爱。不断去提醒咱台湾人，提醒国际的代志，因为咱若是伫任何一个决定有小可无想好清楚，这个决定若是哪来偏离咱家己本来的主权，哪来偏离咱本地家己台湾的路，哪行歪去的时阵，到迄个时阵要撩倒转来就袂赴啊。是啦。所以这毋是咱内要讲这个代志，是因为咱袂使讲有一时就是讲你无小心就甲放互开啊。所以像讲咱拢台湾主权的工课爱讲，吼，台湾政策爱讲，台湾的经济、台湾的社会、台湾的教育等等，这拢爱讲。吼，只是若是对着，尤其讲着这11是到底是中国的国庆还是国殇的时阵，看到香港即马的状况，来想一下咱即马台湾的状况吼。希望大家，尤其是真侪少年朋友，大家同齐来想个清楚。毋管是即马现主持你通做的一寡社会，你实际通做的工课，也是未来上近的就明年的投票，大家一定要想个清楚。你的这个选择，其实是为着台湾的未来，尤其是你家己的未来，你做选择。所以嘛，毋是咧讲
少年朋友感觉这个山野干真好食，但是当像咧制作这个山野干咧，就是中国政府啦吼，尤其是咱讲到台湾嘛，讲到这个香港这个部分，其实因为亡国感更较重啦吼。咱继续来讨论到这个香港、这个香港这个艺人何韵诗啦吼，伊伫这个来台湾参加这个游行的时阵，和这个统一促进党吼破风这个暗杀啦，这件代志咱等下好好来讨论，咱先来看这个新闻片段。香港艺人何韵诗接受访问时，徛伫后壁，以反送中抗议装扮，后面的统促党党部主委吴志伟就是对后壁来破暗杀。伊甲同伴杨太湖30早起戴着安全帽、戴喙暗、防扣手铐，依照公然侮辱、强制毁损这罪嫌，移送北检侦办。伊讲无受人指使，更加反抗受害者时港独暴力。有没有教唆你？是受谁指使吗？没有，反对港独暴力来台湾，台湾要安定。检察官询问了后，怀疑有共犯在逃，惊有串通口径。讯问了后，向台北地院升押禁见2个人。另外一方面，警政署是执行相关单位成立专案小组来立人。30号才去到双北市具体共犯7个人，并且查扣原本拍算在第2波攻击何韵诗的刀啊、票具，也有水枪、水球、喷射物件，向组织性犯罪来侦办。一定会针对统促党可能涉案的人员。一定严查严办到底，绝对不让这些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何韵诗30透早已经登记到香港，伊伫脸书发文讲，若是独身其身体来，会创扬类似事件搁再发生，互更加侪人受害，所以决定提告。伊也搁再讲，在极权的年代，相信公义的人已经无退路，只有坚持落去。229也参加同一场游行的香港民族党前调集人陈浩天，是呼吁台湾政府处理受到中国控制的组织。在台湾的香港学生被中国学生去滋扰、打扰，然后还有就攻击，中国学生背后是有组织去干扰这些言论自由、打压言论自由。何韵诗的遭遇也让行政院长苏贞昌真生气，并且讲这种有计划性施加暴力的行为不容忍。另外有人质疑艺人何韵诗摕观光签证，为安怎用参加集会游行？内政部长徐国勇强调，有事情报备，参加合法集会游行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何韵诗用破财啦吼，这件代志嘛引起了真侪讨论。咱先请文琪大哥。我就拢一概甲做伙讲啦吼，我希望大家即马注意到，伊习近平伫10月1号讲的这件代志，伊进前伫元月2号讲的是1国2制台湾方案，现在讲的是1国2制，这里面的一些取取巧巧的文字游戏，大家要去注意。过来，我甲大家报告，我非常赞成中国。非中共这2个是2个不一样的概念，但是有一个原则是永远正确的，就是实力原则。因为我听大家讲啊，遮济，我看到陈毅安尼讲，我有举了一个例子，100个签证国跟3个签证国，我都还没有举 WHA 跟 ICAO 的这件事情。什么代志是真正让咱台湾人徛起来，让咱台湾人行出去的，这是事实。就知影。过来我要讲的是啥？你看即马讲到遮济。阿强啊，伊确实有足侪问题，就咱他的表板，因真正有足侪问题。照理讲，对因来讲，若是讲咱台湾人，即马这个问题，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的问题，各位不要忘记哦，连王毅都曾经讲过尊重中华民国的这个宪法，我们的这个宪法，我希望大家好好去了解。即马对台湾人来讲，什么是重要？咱他讲到这个何韵诗，我一定报告，这若是民进党若真正重视这件代志，各位你去查立法院。伫迄个所谓的移民法律要互就是外国人来咱台湾人有会使表意自由、政治集会集权的这，一定伫高立法院躺9个月啊！民进党一定执政，一定3年哇，要4年啊！我以为民进党就安尼做，然后我听到大家拢在讲哦，阿强啊，什么自由行，我以为是功德院。你看美国、日本或是中美贸易战。国家跟国家的斗争之间，还在跟你讲功德院，讲我想爱给你拍一个招呼，这伤悍嘛！过来我要讲就是讲，咱常常一直讲吼，咱香港、咱台湾的民主自由，但是我要拜托大家，恁想一件代志，咱远的咱讲哦，新疆、西藏、香港，咱要惯有咱是民主自由，我感觉这健康。但是咱台湾即马伫咱家己的土地面顶，咱的中共代理人法、咱的国安无法、咱的真正民主自由，民主自由啦吼。对香港的这部分，咱嘛是爱个继续来看进程，咱所以来看讲，咱有香港吼这个部分，咱要送互伊这条歌，咱做伙来听。